我甲上台缘分，作者高嘉辉。我甲上台缘分，会使对高中时期讲起。为高中的是去一段大学之旅开始的。会记得12年前，因为学校予我去参观大学，有台南的甲台中的。予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台南的成功大学。学校内底有日式的建筑，真有古早味。迄时春天要去参观。风微微啊吹来，搁加上目睭前的美景，真正是互伊迷去安尼。自参观转来，就一直怀念即个学园，想讲当时会当搁来遮佚佗。想袂到，我甲伊的缘分是因为学台语才牵起来。高中肄业的6年后，因为有机会去高师大学台语罗马字，老师讲我学了袂歹，会使去考上台认证哦。我迄时想讲有影哦，会当考试，搁想煞去足久无去的成大。想到遮，我的心欢喜搁紧张，就一直皮泡彩。到考试的前一暝，紧张到有够歹困的。结果阮阿爸陪我考试，我不只欢喜，毋过嘛是会紧张。虽讲第一届考了无理想，毋过会使搁看到是目着的学园，就过得啦。尾啊，上少一冬拢会来遮考一摆试，甚至嘛来台文系校区参加台语比赛，阁有得奖呢。伫今年2020年的8月份，我去考成大中学教育学分班，拍拼我阁真正有互我考着。本正我足欢喜考着，毋过伫我读册了，身体出一寡状况，就无法度继续读。我是偌尔爱台语甲写台文，嘛真想要去进修台语师资班，甲台语的知识读到饱甜。除了知识，嘛会当互家己的台语眼界会使搁较开阔。这是我想象美丽风景，毋过即时我毋是无够坚强，是照着现实的即物件，我只好放下。我用一寡时间甲家己透房甲歇喘。虽望安尼，厝的人嘛是搁支持我的台语梦。伊鼓励我继续为台语拍拼。想起来，我甲上台缘是遐尔啊深，这对我来讲是足痛的代志，嘛诚做我人生特别的经历。